今日呢，我哋係嚟到以色列加利利湖以東嘅一個遼闊嘅地區，就係聖經講嘅巴珊哥蘭。呢個地區今日稱為哥蘭高地，平均海拔約1000米，地勢大致平坦，但有時都有啲山嶺。詩篇68章15節係講到巴珊地區係神嘅山。喺呢一度，考古學家喺哥蘭高地發現咗一種古老神秘嘅岩石墓，就係石棚墓，英文叫做 Dolmen， 係史前時代遺跡之一。佢哋嘅外觀形狀都係以數大嘅巨石放置喺地下，一邊就往下傾斜。地面嘅巨石群嘅上方係承受個大型嘅石板做個頂。佢哋嘅架構係因為要留置個空間嚟用嘅墓室，可惜直到今日，史前人類嘅石棚墓同佢嘅文化都仲未得到應有嘅重視。整個哥蘭高地同呢一個加利利區發現咗石棚墓，其實好多都被摧毀咗。喺約旦都有發現到呢一種墓。而當地嘅阿拉伯人將呢啲石墓就叫做以色列民嘅墓。呢啲已經超過4000年前嘅巨大石墓喺以色列已經揾到有幾百座，佢哋係建於青銅早期，大約公元前30世紀。呢啲墓可能係迦南人嘅部落嘅墳墓。考古學家佢哋一致都認為石棚墓可能係用作象徵共同嘅墳墓嘅標記，或者係祭壇。呢啲咁嘅結構，有啲係挖喺個地下，有墓室；有啲結構係一堆石頭覆蓋住。猶太教嘅學者認為喺舊約聖經嘅經文入邊有提過呢一類嘅石堆，喺約伯記第8章17節，他的根盤繞石堆，扎入石地。喺耶利米書31章21節都提到古代一個叫指路牌，係咪可能同呢啲墓有關呢？石棚墓入邊都有啲藝術嘅圖案，有啲就係動物嘅雕刻同幾何。今日連考古學家都摸唔清圍繞着呢一個石棚墓嘅環境同佢用嘅技術。儘管呢啲同聖經有關或者無關，我哋都喺度諗緊呢啲手無寸鐵嘅迦南人，佢哋點樣去移動巨大嘅石頭呢？到目前都係個謎嘅。多謝大家收睇，願神祝福大家。